来看中华的消息，中华芭乐的产量占全台湾的20%，也就是2成。即马才是收成期，市场的价数一直起价，一台斤为4月份的10几块，即马起到爱35块，有的市场甚至出现40块的行情。行情一个好，一个好卖，就出现差啦。中华的芭乐农即马面临着差啦头版芭乐的压力。啊，那警方呢？警方是24小时加强的巡逻，嘛辅导农民伫果子园内面斗一寡稳重式的摄影机。 警方暗时出动，前往芭乐园甲农民做伙顾芭乐。今个查着台湾芭乐的孙子哦，你放心啦，即摆阮警察吼，拢会无定时吼，嘛拢来咱遮参与。你是嘛是加强巡逻，因为即马芭乐的收成期价小好，就惊讲有差仔来偷办。警方若是派出人力帮农民巡守，也搁辅导因伫果园加装稳重式的摄影机。 之前咱隔壁遐吼，有人迄芭乐长好价的时阵吼，拄着风台来，啊，大家拢无芭乐的时，暗时吼搭帐篷拢困伫迄田里，吼，啊，就是去顾贼啦。这芭乐的价数甲前几个月比起来，确实好真多。今年4月到6月，抑搁毋是大出的时阵，一台斤的盘价是10块银，到8月，一台斤是12到15块。进入9月时阵，一台斤已经来到20块。10月又搁起，一台斤是25到35。即马社头产地价抑搁是35块，毋过有外关市卖到40外块。 哦，还要包装，还要包袋子，好，还要套袋，还要施肥，哦，所以不容易啊，农民不容易啊。芭乐介绍起因此这果园容易着贼偷，警方嘛希望辅导农民伫果园内爱加装监视器，至少比上头版的抑搁有影像通对查。